继续来到云林的口湖，因为气候的影响，这个蛤蟆是大量来死亡。这死亡的蛤蟆所产生的壳真歹处理，恐惊嘛会造成着环境的污染。在地立委特别邀请到相关的单位开座谈会，希望找出一个上界适合处理着废蛤蟆壳的方式。 口湖乡是蛤蟆重要的生产地，不过这几年因为气候影响，造成蛤蟆大量死亡。安怎处理蛤蟆壳嘛，互人真烦恼。立委嘛向企业署争取经费，邀请大藤公司、佮有高雄科技大学做回来做蛤蟆壳再利用的研究。 我们借由这个台糖的煅烧以后，它就是无菌化。那无菌化的文蛤壳，它可以提供养殖池的一个缓冲效果。那另外在文蛤，它也提供它一些矿物质的一个来源。那另外我们在额外透过计划研究，会在这一些赋形剂里面加一些益生菌。 另外，口湖乡公所嘛有讲，未来嘛会继续争取经费，而且会伫渔民采收的时，随派清洁队到现场处理，互渔民和公所唔免阁为着蛤蟆壳的处理来烦恼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